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支。雪山路通查10年内，10年来完全改变了宜兰嘅对外交通。桃园差一年会多62万辆次，也唔多啲嘅改变了宜兰嘅城乡风貌。农田加个水嘅，物价许多后生人归家乡唔得。宜兰人吐痰讲，当然不准流勤落去，能友好留下来嘅好山好水也会磨黑的。一礼拜起时，我哋推出雪山路10年内的报道，看那10年来宜兰有乜嘅变呢？又有乜嘅冇变呢？哈，首先我哋对交通嘅改变来探讨。台湾一路以来都系用铺路粗口来表示有照顾百姓，像中环公路嘅开发，本人看作人天升天。雪山路也系台湾山路工厂一直突破嘅代表。不过对经验看得出，高速公路一条一条的开，路一条一条的设。花莲人梦的过久嘅苏花改，都系睇明年代陆续通查的。不过对学术界到宜兰当地人路受骗的，讲雪山路设查的情形，本但是系送入家户偏房，会变作直接先过闹事哦。检讨交通政策，除了开路，应该用嚟去管理呢？台湾嘅长途运输发展策略又应该系乜嘅呢？来看我哋嘅报道。工厂人员顺电梯这去打，一发现到东东泥石并下来，停停就停停。一搭配东澳龙下南线，全长大概3.4公里，做头千叶大前打通。虽然今日苏花改工厂千长的路，体制复杂同困难度是千高的。张头新叶咧打通的上北线，工厂期间受到后期山断层同西毛山断层的影响，是发生600大规模凹塌同300大出水事件。目前我们的执行状况，整个隧道开挖进行的也差不多了。那预计我们这个部分的施工，后续还有我们称气跟我们机电工程的施工，那预计在106年底会全部完成。好，那后续部分我们会先开放 A 区的这个路段，全线部分大概到108年底、109年会全部通车。照交通部的规划，苏花改工厂分作3团 ，A 团係對蘇澳到東澳 ，B 團係對南澳到和平 ，C 團對河中到太清水。改善路段總長38.8公里，安全對高鐵業也最106年代起時陸續通查，行蘇澳到花蓮大概3到45分鐘。其实苏花改这个计划来讲，它主要是强调是安全性，它是希望是说让花莲东部花莲这个花东地区的民众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所以它强调是安全性，不是强调速度，也不是强调容量。那所以它这个路线来讲，当然是说是安全性提升了以后，那个相对旅游的这个民众旅游、开车旅游的意愿会提高，那这个不可讳言，这个交通量一定是会增加的啦。这实在是一个不敢去想象的一个未来啦。你看咱即摆，比如假日啊，一天都2万台的话，2万台，苏花改通车了，有可能加3000，甚至4000、5000。啊，本来是安尼，啊，搁行，突地，啊，你莫搁加落，就那拢变成停车场啊，大家都免行。那现在很明显看到的现象大概有几个哈，第一个雪隧塞会更严重，第二个呢，苏澳那个地方会塞得很严重，千万不要已经预见了这些问题，我们又束手无策。那将来如果塞得更严重的话呢，我觉得花莲一定是另外一个宜兰。蘇花改下慢辦公，學習是排出花蓮為宜蘭化，雪山路會行間難下。實際上，通查整滿10年的雪山路，這樣是行工的主要目的，咪係安全同利便。10年下來，現正也12.9公里安長的路，來減咩做最遠遠成果，這樣是講的安全訴求。其實這10年來最大的變化，就是把宜蘭跟大台北的生活圈拉近了，成為90分鐘等時圈的生活圈。所以整個交通流量來看，原來高速公路的設計，像我們南洋平原的平原段，1個小時的車流是4000輛，那到了雪山隧道這個長隧道，變成1個小時2600輛。宜蘭頭擺本人看作傳統嘅後山，不過離北部都市區越安全，看到台北、新北都發展到安好，宜蘭民眾當然嘅希望夾發展起來。
传统交通建设的想法是讲，也是要解决交通方案唔利偏，而地方要发展机会时间，作为做建设，比如讲开路来做开发。依我们的观察，雪山隧道的容量大概南下它会1个小时是2400左右啊，那北上的部分大概1个小时是2200一个上限了。不过现在北上的车流量啊，到一个尖峰时段啊，它每个小时进入的量啊，大概都是超过2200，所以它会有一个塞车的现象。那随着车流量越大，它塞车的时间就是会越长。大家广播，目前车流量大，请提高您的行车速度，并保持安全车距。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雪山龙通查10年来流量变化，民国96年通查逐年的统计，这样是总共有1400万台次通过，一路飙高到民国98年有1700万台次，接下来天天的升到101年有1800万台次，再过又飙高到103年，一下超过2000万台次，按算到今年代，全年渐渐的有2100万台次。大概国人对国道5号这样一个通车的兴趣比较大，所以那个车流量是不断的成长，比较攀升的状态。那一直到103年，从98到103年这一段时间呢，大概成长的是比较凄烦。不过从101年到103年啊，可能是宜兰地区的旅游事业比较发达，那这样的话，这一段期间的车流量也比较高幅度的成长。就是说正式全部通车之前呢，我们就让它先通大客车，然后呢。通了大客车之后呢，你要享受雪隧的快感，就必须要做大众运输，培养大家这样子的观念嘛。这样子的情况，可惜当时交通部因为他认为整个配套很难啊。雪山龙喺松乡40查套，其實包含主要龍、東岸桃行、連同查聯絡套、工作站同通風站一道，大小長短總共有58組龍，都也行喺全世界規模清大松豐公路嘅龍圈。10年前喺通查家下。李克松教授做雪山龍嘅旅勘委員，就是建議按照歐美國家利益，先試辦本大客查過，再獨獨嘅開放本色彩。只不過唔單止宜蘭人等等通查，幾隻後山、宜蘭、花蓮、台東都等等愛通查。車流量，因為這裡面我們還承擔了往東部的這個旅客，所以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更大的擔心，除了連續假期，那現在蘇花改到明年底要完成以後。那過境的車輛是不是會更多？查見到改當陽幹之內，交通部門是整合學界意見同地方需求，一方面交通建設而本青島查通過，另一方面去做減量分流，減量係要提升大眾運輸能力，分流係因應禮拜6日短期嘅篩查，沙當久嘅時間來消化，係講將查流嘅時間分開，做唔會按時嘅。它的一個概念就是希望讓人可以到達宜蘭，但是不是太多的車擠到宜蘭。那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也希望說透過未來還是以公共運輸為優先的概念，但是這裡面不只是道路的公共運輸，包含軌道的公共運輸。軌道運輸的好處唔會受到篩查影響，現時清大問題係冇辦法再按多年，或者建議喺短期內做得到早晨同安布頭才較少時間，增加收工的風險差別。那我們現在面臨到最大的困難就在七堵這邊，因為我們到基隆跟到北回的是共線，所以那個地方在同樣的軌道之間呢，同時要2條路，這個路線的運能要在那邊去重疊，所以呢，這個北回的。這樣子的一個運能就沒辦法有效的增加，但至少我們可以選在一些離峰的時段。而對根本解決篩查問題，還要管制10年的差異。宜蘭縣議長陳文昌建議做得到日常稅，也係環境稅用加質量。所以咱提出講入城做環境最好，只是講要解決2個代志啦，就是講是不是有法度互伊分流。較袂講安尼踢家迄個型。這重點是講，你宜蘭有物件無？有內涵無？環境生態是毋是有法度保持好無？你若有內涵，伊自然就愛來。這是擁擠會的概念，不鼓勵你在這個巔峰時間內面開進來哈。那個一般都是入城的概念哈。那宜蘭這個如果收這種入城會，很顯然是不鼓勵你來這邊消費啊。這個我是覺得比較不是
跟一般在处理进入市中心区的那个拥挤费呢的概念又不太一样。问题係國土5號柴，沒有照長途與花蓮台東嘅，不見得都係南洋平洋。或者南王認為係講蘇人日常賽，顛倒係將人合腳者，建議交通部做得設施預約制，分散車流時間。那你可以把一天24小時分成，比如說12個時段哈，每一部車子呢要上路可以先預約哈，之前幾天或者是前幾個鐘頭都可以預約，輸入你的車號、經過的時間啊，或者是上高匝道下匝道的地點。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科技的手段，我们已经知道高速公路有收费，然后我们历来的也有历史上的记录。其实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资讯可以去掌握。我相信那个时候不是禁止或是管制的问题，而是让民众有比较聪明的选择的问题。一下議題嘅收費內容有準有問題，交通部當地嘅用車流量數據分析來研究預約制，學者嘅建議部分塞車時間加上係單一方向。還做得用都市地區調北查套概念，哪一隻對象嘅查套來用，愛太客查先過去。那能不能再找出說尖峰中的尖峰？那我們看看這種空間的轉移能不能借用對向的車道？啊，如果是比如說這個方向性往宜蘭呢，或者是往台北的這個方向性的車流量，如果是超過3倍以上，哈，那我們就考慮上是不是我們就配3:1的這樣一個調撥車道。台灣鐵安線人又多，唔可能建開路，行喺20問題嘅軌道運輸，因為交通部對東部發展長途運輸嘅主要策略，宜蘭縣長林聰賢呼籲中央愛趕急規劃北宜赤鐵。在現有的北回鐵路的這個系統上面，主要還是以花東為主。宜蘭分配的車位數啊，並不是這麼的高，所以那個比例如果要提高，就會這個少掉了花東。我們不會這麼自私的希望這樣做，所以我們這麼長久以來，在整體的交通策略裡面，北宜直鐵是我們一定要考慮的。他選擇方式是不是大家所談的直鐵的這條路徑？我們當然還要去跟環評啊這些單位去做一個配合跟審查。但是我們發展軌道運輸在東部來講，是我們一定要去做的一件工作。北回鐵路冇辦法再行較多年咧，看長遠地位，最難愛開新的軌道運輸系統。交通部已經規劃，個路線行過翡翠水庫行水區，較多環評，現時還沒講北宜赤鐵路線。軌道運輸，因為我們當初規劃的北宜直鐵的路線啊，經過蠻多環境的敏感的地區了哈，所以我相信在環保的這個課題上就很難得到大家的共識。所以我也建議，如果要蓋北宜直鐵，這個路線的方案可以再去做檢討。這在各項的監測資料，包括雪隧施工跟雪隧通車10年，都有環境監測資料。如果真的那個工法，或者那種技術沒有辦法突破，會影響到翡翠集水區，我們不會貿然要求中央做。但是如果那個衝擊是可以忍受的，那兩害相權取其輕。北宜赤鐵按樣規劃行得地，也禮拜6日按到查走宜蘭，中央嘅建議宜蘭天初建立路邊管理同收費系統。我們在台北，我們都很習慣了，我們路邊都有停車管理跟停車收費。可是我們到宜蘭去的人，大部分都是採雙北去的。可是我們不能夠期待到了宜蘭之後，我們就不要平常的這樣子的一個習慣。所以宜蘭這個地方對私人運具，類似像我們現在生活之中已經有的這種管理，我覺得在宜蘭要建立起來。要去賺人家的錢，要歡迎人家來，我們自己要弄個加清幽，弄得很乾淨，讓人家來。當然我們自己要先犧牲自己的權利。所以我剛剛講啊。車輛的解決的問題，如果中央，是該到時候了吧？這個叫亂世用重點。你要自備停車位啊！我們自己本身檢討自己，郊區檢討。營業者本身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就係喺宜蘭縣觀光發展青號所在，無當市縣議員林成功認為，也對中央到地方完全執政，用講嘅不當夾去做比慢做好，因為時間無多誒。係講交通再個唔減量分流，蘇發改同高鐵年代體育集團同查加下，就會再個太實差。大概我們減少10到20%，低標是10%，高標就20%。大家不開車，願意坐我們的大眾運輸，那這樣的話，我們的所有的包括雪隧，包括我們現在預見的將來蘇花改會造成蘇澳的塞車現象，都可以得到比較有效的改善。
任何高速公路一段一段的通，就一段一段的塞，因为路通了，马上大家都会去那边哈，不能寄望永远靠公路的扩建而就可以解决这个所谓的运输需求的问题，还是要透过管理的手段。谢三龙通查10年来，桃园当年增加60万台次的车，不过唔可能建开路，重点应该係用嘅管理咯。政府係講冇適當嘅政策來引導，民眾咩唔改變，下下意思10年嘅車，永久等唔到謝三龍禮拜2日唔識車嘅建議。